哎呀，今天没有生意啊，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，无何无干。嘿嘿，老板，哎呦喂，这个老板样子好了啊！哎呦喂，近视鼻眼睛，相貌好，这个公文包好，这个西装也好，好的好的好的，老板你好，嘿嘿嘿。你好你好，你做啥的呢？啊，你弄啥事的？哎呦，这个老板你眼睛出问题了，你看不出来啊？我是个叫花子哎。耶，这个你这个人的，光有说的了，我是个叫花子哎，叫花子黑龙蛮像嘎嘎乖的。老板帮忙，啥些帮什么忙？叫花子们要钱的，要稍微拿一点出来。没，哎，不要这么讲嘛，像你这种大老板会没有钱的，哎，没稍微弄两个出来。同你说没有这个。哎呀，这个要做好事，有一句话讲的，烧香要烧三毛的，好事要做一面去，稍微拿一点出来了。哎，你不要背好不懂，你说过没有？不是老板，我要求不高的，你只要给我一个南语蛋糕的钱就可以了。啥下给你个南语蛋糕钞票？刚才我跟你讲了，今天是我叫花子的生日，本来我要到奎云国去吃虾包笋的，后来他们说要排队的，我想吃一个南语蛋糕算了。今朝是你个生日，就是你想弄只南语蛋糕吃吃，光是南语蛋糕不够的应该么花儿们摆起来蜡烛们点起来，好的，生日歌儿们唱起来。我好几年没有听过了我唱给你听好不好？哎，听听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耶，你个过对了。也许得是个叫花子的，我弄只南语蛋糕去。不是老板，你是有钱人，我是穷人啊。我上有80岁的老娘，33岁小把子，3天没得吃饭了，你就帮忙嘛，对不对？好嘞，各种讨的不要有一句话在讲的，所有所报，恶有恶报，有报应的，对不对？你哪一天出来有好报的？有一句话在讲的嘛，小的不去，大的不来，明的不去，暗的不来，稍微哪一天出来？你有没有听见我那同你说没有？怎么会没有呢？哎呀，老板，你这么做老板的人，一个钱都会拿不出来的。可是你想想看，马路上这么多的人，我不定张三，不定李四，拼命的盯牢你，说明我跟你有缘分哎。我同你有缘分，啥个缘分？是啊，这个常言说得好啊，朋友多一个好一个，冤家少一个好一个，多条朋友多条路啊。你要跟我做朋友？是，我叫着你个做朋友，我贿赂都倒光的嘞。三个人，年纪不大，谁家都亲戚，表好配，做教化。那是这个话就不对了，是不是？老板，你这个话不对了。啥是不对了？你这个是看不起我啊！这个看你不起。你不要以为你是老板，我是要饭的。这个不是我生来想要饭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社会分工不同啊。你做叫花子，我是谁为分工不同？哪个分配你做叫花子的？不是这个叫花子吗？我讲给你听啊，历朝历代，任何一个社会，任何一个国家，这个叫花子都是存在的，对不对？去年我到美国去考察，美国比我们国家富得多了，叫花子照样比我们多。慢慢说你叫花子到美国去考察，不懂了吧？考察这个就要跟国际接轨，学习西方叫花子的先进经验。我有毛病啊！没，稍微拿一点出来。没有。老板，你是大老板你不会在乎这几个钱的。没有，对不对？老板，你就对吧？领导这里马屁少拍一点，公家这里多捞一点，小鸡这里少花一点，这个钱把我们就可以了。你乱七八糟说啥话的了？高兴个不个？不要激动激动对身体不好的，对不对？要生毛病的也激动，对不对？你就当是春天了，感冒了，挂了3天盐水，这个钱把我们好了。我宁可挂盐水，这个钞票还背得不你的。不是老板，你这个就是别了搞，你稍微拿一点出来嘛。同你说没有，老板做人要想得通一点，钱太多没有用的，这个没有，对不对？你钱太多有什么用呢？到时候眼睛一闭，2脚一蹬，护装上送进，一把火烧掉，带不走的。帮忙来，帮忙！我对你说，我宁可护装上光烧了，还背得不你的。不对，这个老板，现在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什么玩意啊？你是口袋里有了不肯把我，还是真的没有？你要给我一个交代。我要跟你交代啊！不是这个牵涉到你的道德问题，你要给我讲清楚的。
什个道德问题？你说说看。那你要是碰到我的时候，你跟我讲没有，没有，那么我去订张三、订李四都可以去订的。你刚才没有跟我讲没有，对不对？我走了这么多的路，讲了这么多的话，对不对？这个要力气的，这个浪费我的青春啊，对不对？我这么多时光消耗掉了。这个说些我还陪你了。哎，要么那你如果真的没有的话，哎，那么这个样子，我这个人要爽气的，哎，我从什么地方订过来的，你订我回去就说说了。订你回去不订你回去？那我走在前面，你走在前面。小伙子，小伙子，刚才我叫你什么的？你叫我老板的。那么你也要叫我老板，我讲过的话你多讲。老板没有，老板没有没有，我对你说，没有做好事，这个好事不要跟我没有。吃了个一下，你个神经病！我顶你来搞起你噻了。不是，这个把你想出来。那你不要走，老板啊！知道了。这个做人都要讲道理的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有没有钱？没有。好，你说没有，那么我怎么相信你呢？我不可能来搜身，对不对？也不可能到你包里自己去拿。你要是真的没有，要我相信的话，你跪下来发一个咒把我听听就说了。发这就发这样了。上有天，下有地，当中凭良心。我要是有了钞票，不几个叫花子，让我跑出去不起睡，我有神经病啊！我还不你钞票，我要犯个罪了。老板啊，你这个就是不讲道理了。我们做人都要讲道理的。你想想看，我上面有80岁的老娘，我下面有3岁的小把戏，3天没有吃饭了，跟老你走了这么多的路，你一毛不拔，一个钱都不肯给我，我让你订回去你又不肯，让你发个证你又不肯发，你逼得我走投无路，你都要弄一条路把我走走的。我现在没有办法了，我只好盯到你无条件投降为止。真的要弄那个无条件的呀！你这个不讲道理的那个。不是我不讲道理啊，老板，你想想看啊，你西装笔挺，拿了个公文包，带了副金丝笔，怎么会没有钱呢？你是不肯给我，在你的身上一点人的味道都没有了。我没人的味道，你再说出来给我听听啊！你想想看，你是一个老板，口袋里有的是钱，对不对？看见我一个叫花子，眼睛流浪，3天饭没有吃了。一个钱都不肯拿出来，那么等一下我肚子饿了，我怎么办？我可能要去偷，可能要去抢，走上犯罪的道路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。像你这种人，还要活在世界上干什么？应该把你抓起来，五花大绑送出去，啪枪毙。我是说了声你没听见，不交花子钞票要拿出去，啪枪毙了。我现在问你。你是什么国家的人？中国人。那么我呢？你也中国人。那么好了，我们都是中国人。中国人对中国人，这个就是同胞。对，同胞就是手足。手足就是兄弟。兄弟，我跟你是兄弟呀。虽然你是做老板的，但是你年纪比我大，我要叫你一声哥哥。叫我是阿哥。我虽然是个叫花子，我年纪比你小，你可以叫我一声弟弟。对不对？现在你这个做哥哥的口袋里有的是钱，做成老板了，1分钱都不肯我给我这个弟弟，我在沿街流浪，3天饭没有吃了，你就不拿一点出来吗？你这种行为怎么对得起立足立忠，这么对得起龙的传人这个称号？什么叫龙的传人啊？啥是叫龙的传人？你这叫龙一点把我了。龙的传人就是龙来龙去，龙龙的。来。我真的解释这个做的把这个阿掉了。顶大佬问我都叫花子们，我总说看见多的了。说法儿刚好个叫花子没嘛了。我倒问你是叫花子啊？你那做叫花子前的一个辰光，你是做什个行当？这个做叫花之前，我在开心茶馆跑堂的。怪不得了，这么开心茶馆蛮好，你这个会得做叫花？哎呦，这个老板老开心啊，离家出走。老开心离家出走的，还跟一个卖臭豆腐的老太婆私奔。老开心这个人真的标好了，标好啊，是不是啊？对吧？他们个女儿小开心，昨天到隔壁沈老板这个洗洁房帮人家洗洁去了。那么我们都穷了不得了所以有人叫我穷开心。这个套了茶店关门的了，你到没有办法了，帮老板稍微弄一点出来。看了这个老开心的面子高的代理露看。
没有，真的没有啦！我跟你说，那不是800年，那我袋里那都摸出来不？哎呦喂，怎么可能呢？你这么大一个老板，怎么会没有钱呢？哎呀，你是做老板的。兄弟啊，你真的不晓得了。这是看我们做老板，我有那个包儿领领西装绰绰，我们比你穷哎。有这种事？哎呀，这么外地木老个老板了，都是个马的。哦，爷，你看他们憔悴看看，人家的木老钞票钱了还。真的？我知道做人不来2个月，呀，这个员工没发工资的。哟。哎，你要房地，你要水电，你多少数了？是，你店面也不要他的，员工也不要他的，税务工商都不来钱的。你出来都是自己多少好？我是压力太个重，木老钞票300回来，3个再烧翻了还。你们做老板这个赚钱这么困难的呀？比你不如哎，穷得来。哦，那我这准蛮快的。你看到我这个礼拜大概有，你看，哎。2开个，你什么个人民币什么？2开个。啊，你这个多少日子讨来的？1个礼拜左右。哎，这里有多少？1万多块钱。哟，10块了，一个礼拜1万多块。我都是年月蛋糕起步的。可是一个月有4、5万了。是啊，一年有5、60万了。就是啊，毛毛当真的好，我做老板真的是，哎呀，天天挂孤儿了。要么这个样子，这个哥哥啊，既然你当我兄弟了，我给你指一条路。啥个路？这个老板不要当，老板去讨饭。没做的点老板，跟我去讨饭。讨饭我被讨的，不会讨，我好教你的。教么我这个讨你，你教我。不要怕难为情。我保持些，杭州都城市我这个。人生你可以换一个地方去讨饭的。现在我在杭州讨饭了，我回到我们家乡，还有人家都当我大老板的，乡长、镇长都要请我吃饭。哦，我就家里造的房子比村长还要高，老婆都有3个的。你有3个老婆？有钱啊！哦，人家不晓得我在这里讨饭。你要是学会这个讨饭以后，不要在杭州讨，到外地去讨。定期么到湖州，要为的人么到福州。怎么样？好的，你教我看。这个我教你啊，这个讨饭呢，其实是蛮简单的啊。不对呀，你这个西装别提出讨什么饭，不对的。那么你这种你让我没了啊，这个工作也随便拿来解决，我这一套买不到的，送给你，方便的。你不要看我们那外面是工作衣，里面都是名牌史蒂文的。对。好的。好。哎呦喂，你挫伤比我想的多了，真是。那好的啊。那个近视病眼镜，哪一个叫花子戴近视病眼镜的想得出来的，真是。那么，来公文包吧，哇！那个叫花子拿那个公文包，那么师傅你好教我了，很简单的。这个讨。刚才我唱的一首歌，讨饭的是好用的。这个你听，我教给你啊。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，午后我干嘛没得见过你。唱唱看。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，我个妈妈没得见过年了。神经病啊！我头来这个球了，讨饭哎，不是红人看屋里面跳舞哎。讨饭这张脸要哭出呼啦的，好像要哭出来。我哭不出来，哭不出来，你想啊，家里头的人都死光了，老婆跟人家跑了，小孩子们不要你了，一想我就哭出呼啦哭出来了。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，我个妈妈没得见过你。哎，想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刚过完你，人家口袋里红包还没有分光。你到下面去讨看，要是成功的话，今年就没事了啊。师傅你看好。好，我看好，我给你看牢。北风那个吹，雪花。等一下，我个妈妈没得见过你了，阿姨给我的钱，师傅啊，师傅，我的包。